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傾兩個社會現象。你一定成日聽人講，點解而家啲後生仔女唔想結婚，同埋點解覺得同性戀好似多咗？我哋逐樣拆解。一、點解後生唔想結婚？經濟壓力大，香港樓貴到癲，上車難過登天。結婚仲要諗擺酒、養仔女，樣樣都係錢。好多後生話自己都養唔掂，點結婚？價值觀唔同咗，以前覺得結婚係人生必做，而家後生覺得自己開心最緊要，寧願專注事業、旅行、打機，唔想俾婚姻綁住。驚離婚，怕麻煩，見太多離婚案例，又爭產又湊仔問題，與其冒險，不如長期拍拖，唔簽字仲自由。生活模式改變，而家上網識人容易，有朋友，有寵物，有興趣班。已經好充實，唔一定要有個人一世照顧你。二、點解覺得同性戀多咗？社會接受度高咗，以前啲人唔敢講，而家教育普及，後生覺得鍾意邊個係個人自由，歧視少咗，自然多人敢出櫃。法律有少少進步，雖然香港未合法同性婚姻，但近年法庭判決都保障多咗同志權益，例如公務員伴侶福利。見到有曙光，安全感大咗，唔再為傳統妥協。以前有啲同志為咗怕父母嬲、怕人笑，焗住同異性結婚，累人累己。而家後生夠膽話我要做自己，其實唔係真係多咗，而係你見得多咗。統計上同志比例可能冇變，但而家個個上網睇 YouTube、IG， 見到同志分享生活，自然覺得周圍都係。三、兩件事其實有關聯。當婚姻唔再係人生唯一出路，異性戀都未必急住結婚，咁同志自然更自由去認清自己。簡單講，成個社會由個個都要跟規則，變成自己話事。你身邊有冇朋友都係咁，或者你係咪都唔想結婚？留言同我傾下，鍾意呢啲貼地話題就俾個 like我，哋下集再講。